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连续上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咱一直咧讨论着国家的政事。国家的政事内面上重要，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是偌重要？是接待外宾好看头，或者是主持仪式公道无人敢介绍？立法过程，咱就要好好啊50分钟，互你了解政治，才会好透牢。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国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平年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延峰。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郭文特办公室发言人第一文。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张凤林。主持人、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到底这一次立法院的正副议长是谁呢？国民党召开了新科立委的座谈会，希望大家来支持韩国瑜配着江启臣来选立法院的正副议长。不过，布坤奇咧会前嘛是有按表态要来争取立法院长，不过会中却雄雄来解嘴，讲要来挺韩江配。另外，民众党另外有8个席次，关键的指数到底是安怎呢？不过，民进党团总召呢，郭建民是来批评讲，民众党是无路用的8席，引发着劣8对呛。好，我们国民党会继续团结，继续往前。四个人手牵手等现大团结，日益龙头之争。国民党想要推韩国瑜配合江启臣参选，所面临不分期强烈挑战。党中央支持办新科立委座谈会，会前本来要求党团结投票的不分期会中雄雄让步，解除支持韩江配。如果执政的民进党展开第9年的执政，继续贪污腐败，而在野党没有办法强而有力的监督，会是严重失职。国民党只有团结，才能够造福每一个县市的地方的百姓。这是今天我选择支持韩国瑜先生参选院长，江启臣先生参选副院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总部那也立委伫立法院龙头选举会团进团出个点票，因为国会3党无过半，大家拢想要参选日益龙头。民众党提8席加入关键招数，个人拿力回答4项解决诉求。按个民进党党团总调郭建民批评，民众党是无路用的8席，佮批评新科立委黄国昌一副天下拢看伊的，黄国昌也反击。就柯建铭啊，立法院最有名的桥王啊，台湾民众党党团。进入国会是要推动法案，是要监督行政权，不是要去私下乔事的。这8席可以扮演关键的席次，但是只有分段的话，这8席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可能这8席要来主导，让民进党和国民党2大党都听你的。民众党新科立委黄珊珊表示，日北以前也有真侪变化，一旦国党正式提名人选了后，过来评论。新一届立委会伫2月7日到立院报道，会彰显国会龙头之争。外界拢在关心，咱立北要如何来布局？记者综合报道。咱看这个新闻大，其实是综合足侪情形啦，吼。睇头一个前半段是咧讲到这个国民党本队的情形，啊内面讲吼。这个政治是一时的，兄弟才是永远的。但是正副议长是一时的，还是永远的？我实在听无。吼而且伊佫讲到讲9二共识，伊来做立法院的议长了，伊要推动着，我毋知迄正确的字眼叫啥？伊要9二共识，伊要做议长了，伊要推动9二共识。我就想讲奇怪，立法院院长应该是中立的呢，伊这要安怎来推杀？是什么意思？玉珍委员，你感觉呢？
你讲伊讲的哦，韩国伊讲的，哈，迄是后壁啦，已经是副婚期已经退了，是后壁已经退了，已经讲吼，即摆就是决定就是韩江配，哈，了后壁引起出来记者访问时，才开始有讲即段。啊，这段头前有讲者，伊想推动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头前有即句啊，对啊。中华民国宪法，咱大家知影，即摆中华民国咱的国家的宪法吼，都是一个是一个国家吼，2个区的迄概念啦。嘿，即摆也佫是讲，佫是加大中国一款概念伫内底啦。嘿，所以用这，因为即摆咱台中吼要甲台湾沟通的时候，拢个要求讲一定要有啥物9.2共识啊吼，即几例啊吼。那但是当初迄你签这啥物9.2共识的人是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个人讲个人的，你讲走，你讲你个中国走，所以伊种对伊用即款讲法来讲啦。伊做议长，伊会主持即个原则，讲你凡事你若啥物法案要安怎时，若无即个物件，我就互你过。嘛袂啦，因为这毋是啊，台湾无相款啊。伊讲要推翻9.2共识，因为伊若做议长是等于代表咱国家嘛吼。应该是中立的吧？无，迄是。医师的主持是中立的，但是你对外是代表国家嘛，代表国家做国会外交什么即款这代志嘛。主持是主持医师嘛，这是另外。但是你毋是拄啊主持医师，伊代表咱，伊代表咱整个国会，敢有讲代表所有民进党？你看伊嘛是政府的一环呐，嘛是政府的一个医嘛，所以也是代表国家的嘛吼，某一个部分的做国会外交的时阵，所以这部分就是伊要。主张咱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法围对9.2共识，是这个意思。对。哦，即我咧请你这委员，这个议员，你感觉咧？我感觉，因为即摆国民党确定是韩江配嘛。韩国瑜吼，伊过去其实伊在做立法委员，其实是已经要30年前的代志啊。伊当初做立法委员，即摆大家对伊的印象吼，可能都是新闻画面内底在看的小拍嘛。你讲对这个议事的主持，也是讲开会吼议案，我相信吼，伊今仔日会讲到这个9.2共识，因为你今仔日你若当选一个立法院长的时阵。主要是爱看3项代志，立法院长到底这个立院龙头要做啥物代志？对，第一个叫做国会外交嘛，所以伊会去邀请全世界各国的这个国会，讲要来台湾交流嘛，这是一个工课。第二个就是主持会议，但是呢，伊爱中立，爱中立，就是讲要维持他这个中立的立场。你唔只是立法院的龙头，你敢有看到过去尤锡坤也好，也是国民党迄时阵，咱的王金平，咱的议长，敢有在咨询倒一个官员，也是讲伊要来推动9.2共识，无嘛，拢是中立的嘛，吼。第三个叫做啥物？第三个就是讲，他要去政党的协调啦、协商啦，吼，这是主持，但是讲到尾啊，要表决啦，也是大家要来协商啦，吼，你莫讲用桥这个字啦，这叫做协商。政治本来就是安尼嘛，咱就是讲众人的代志，甲国家有关系的代志，吼，咱来表态，大家会使有无共款的意见，这就是民主国家啊，大家做伙来讲，这唔才是国会的这个。议长爱做的代志，你袂使为着讲恁国民党讲要推动这个9.2共识，结果你一个国会的议长，你把这个当做你的目标，安尼就会不适格哦，这个会有这个问题啦。我所知影伊的顶下文所意思就是讲，你总统府我甲立法院我要做平衡啦。所以你总统府你执政党你要来行，唔是9.2共识，我立法院要来行。9.2共识，但是这我嘛是小可听无呢。这行政院、总统府，咱的行政甲立法本来就是平均的。你会当感动啊？会使感动啊！但是你跟你做议长有啥物关系？完全无关系啊！你今仔日吼，你一个立法委员，你会使提案，包含着伊讲什物中华民国。宪法下骹的9.2共识，不过即马就是修宪案，咱的法规也有针对修宪，
也有相对应的这些法律啊，嘛不是讲你一个，伊嘛是一个不分区的立委尔呢。虽然他是院长，但是他也是对嘛啊，所以这李修宪案，立法院要1/4联署，3/4投票，那再来就是公投，要公告，再来全台湾人民公投。所以不是你一个韩国瑜你讲就会使准算的呢，所以伊是家己家己的这想这啊扩权啊。你有啥看法？是安尼吼，即摆韩国瑜即摆要面对问题吼，头一个是要来承诺讲民众党提出4个改革目标嘛。伊要承诺，伊要做恁4个目标。对，伊应该爱。伊敢有安尼讲，伊要承诺。伊即摆无嘛，伊即摆无嘛。对嘛吼。国民党拢无，今仔日是朱立伦出来讲嘛，吼。朱立伦讲的，敢若有讲，敢若无讲共款啦，吼。这个网络顶管拢讲，这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尴尬啦，吼。都无啥物特别的承诺啦，吼。所以即摆韩国瑜吼，要面对的是这4个承诺，民众党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这4个，伊是不是爱来思考？来甲民众党，来甲所有的人民的百姓来讲，这4个伊安怎的想法，伊安怎的感觉？因为我替你读一下吼，恁4个这个承诺就是建立国会的听证调查、人事同意权审查、立委利益的回避规范、相关的经费使用，这4个嘛吼。是这4个。你上好当然4个，大家两党拢甲你同意嘛。是。但是因为恁才8个嘛，吼，啊，你有感觉讲，伊若甲我同意一个，我嘛真欢喜。无，我们这8个是关键的力量嘛，吼，一定还是8个才会来过关嘛，才会来过半嘛。恁关键，所以恁就爱要求讲，恁4个拢爱来甲我过。拢应该爱有具体的承诺。这是恁的立场。上起码爱有回应嘛，吼，我这听起来真王国昌呢。真吴国昌哦，无，我真关键，你都爱拢听我的哦。无，这嘛唔是为着阮。我歹势，我唔是讲这吴委员唔是听，因为你过去的这个协调的情形就是安尼哦。这咱袂当顶打的哦。这4个嘛唔是个人利益，嘛唔是正当的利益，是公众的嘛。那你们未来要做立法院长，应该爱对这有回应嘛。好，即摆韩国瑜没有回应。但是你感觉韩国瑜讲92强制安尼是什么意思啊？除了这以外，佮没有花时间来想这4个改革要安怎做，结果来花时间咧讲这92共识，这可能无遐尼适当啦吼。因为这国会议长是对外是代表台湾国会嘛，类似的意见嘛吼。是啊，这对。但是恁强调讲，我4个承诺你都爱先甲答应嘛。是吧？应该。我小安来问玉林委员，看伊有要同意无吼？但是讲到这爱先哦，监督的名爱先来讲话啦。是啊，这我想应该是阮是对民众党提出的这国会改革，阮是支持哦。因为不管是咱讲到资料爱透明，这原本就安尼做哦。因为过去咱公投平台10几年内底，咱咱的国会、议会开会正式的会议的透明已经足清楚。即马政党的协商嘛拢有这个直播，但是咱讲到立委个人的这利益回避这代志，佫无。比如讲，咱讲一个上简单的部分，大家拢唔知影讲一个立委一个会期，伊有10万块可以出国。10万块唔是讲实报实销哦，伊摕一个去香港来回机票，10万块伊就摕走。咱即马一个月会40几万请助理，啊嘛8万块的加班的费用。咱问伊讲，就问你请几个人，你应该公布。你若是区域的立委，你几个在地方，几个在中央。啊，咱知影咱有即个游说法，咱的国会游说。1年国会游说不到30个登记，你敢相信有这个代志？所以讲，咱就要求讲，你若有接受游说，你是毋是爱登记？啊，另外一个更重要是，大家拢唔知影讲，咱的政务官是袂使去做兼职，但是咱的民意代表是会使。咱在座的议员其实我是无，但是会使，是会使。咱的法规是会使，对不？因可能无自律，但是咱的法规是允许。所以咱就要求讲，你若有兼任营利非利组织的法规也未要求进前，你要甲公布。
啊，听证调查是较特别啦吼，一般执政党那执政的政党拢无爱有这个法案，啊，但是若在野拢希望有监督行政，加这个喙齿会使来监督咱的行政啊。所以整个我先爱讲，这个代志其实是毋是歹代志啦。当然，民众党的讲法吼，因若较巧的讲法，应该毋是讲对阮来回应啦，应该讲你爱对社会大众来回应啦。你有要做这个代志无？你应该是安尼讲会较好啦。啊，所以就讲，毋是我民众较大，是因为若这个代志对因讲较亲像王国这王国强。对啦，那讲对民众讲，应该讲毋是对阮来回应啦，是要求讲恁爱对咱社会大众来回应，可能会减少因的压力啦吼。啊，所以当下咱讲立委议长这个代志啊，确实我感觉大家甲议长的角色拢甲混乱啦吼。你讲议事攻防，其实你应该去做党团的干部啦。我讲这个咱的委员应该知影，党团唔知有这个政党攻防。所以部分去做中调。是因若想要去党团协调协商，要去看要安怎假动，要安怎议事的攻防，迄咱坦白讲，迄应该去做党团干部。议长，咱头先其实大家来宾都讲过啊，伊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角色。我感觉当然，咱议长会使为家己的愿望、讲出伊的期待无，当然会使。不过，咱应该讲，咱大家即马对伊的烦恼是讲，因为议长头先讲到有一个真重要是国会外交，因为台湾咱的基本上伫国际原本就做辛苦，所以咱过去拢是透过国会外交来这个交往，因为全世界拢有一个默契。你的中央的政府虽然我袂使甲你来往，但是国会代表无问题。为什么？国会是拢每一个阵营，每一个这阵营拢是代表无同的这个声音。所以照你讲，每一个国家对国会的这个外交拢真尊重，嘛拢会使接受。你这个部分虽然，比如讲咱上简单的，咱的官员要去日本无遮简单，但是咱的民意代表立委要过去。迄困难的程度较低，所以伊就是咱拢过去靠这立法院来做国会外交，所以啊，这几年因为咱台湾的国际这个声量变悬啊，所以伫咱第10届最明显的，尤其这群就开始啊接近做做话，是甚至立法院伫咱顶去年哦开始做一个设立了国际事务部来处理国际事务，你就知影伊个比例变越悬啊。所以后摆咱就是讲，议长伊是对外代表。较惊的是，伊虽然是讲，互伊讲伊的理想无要紧，但较惊的是当外宾咧问咱两方的关系，问咱国家的关系，伊总是一个重要代表。因来甲伊讲，无咱台湾人即马拢将性要甲这中国做伙，阮较侪人拢支持九二共识。这是毋是外宾分袂清楚？因为你是有一个代表的人，这是毋是人的烦恼？讲你对一寡态度是毋是有这个无稳定？我相信，若是真正韩国瑜若做着议长。应该唔敢啦，因为这一般的民意安尼嘛，应该是安尼嘛，叫张委员。你讲伊若是做院长，哈，伊应该唔敢讲我全国拢支持92共识。无啦，伊会讲中华民国宪法啦，咱宪法即摆都是安尼啊，都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这款意思啊。咱即摆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内底，民进党讲要过也唔过对无？民众也讲这宪法不好，伊爱过啊。即摆咱的宪法都是安尼啊，规个。唔拿拄啊台澎金嘛，即摆分自由地区甲大陆地区啊，这是无符合宪法的做法啦。啊，但是无过啊，民进党执政完全执政嘛，无过半项啊。好，伊上无会当讲安尼啦，吼，就宪法来讲。啊，另外，他带即个议文因咧讲这4项承诺，建立国会听证调查人事同意审查权，吼，啊，甲立委立议的即个回避。规范啊，相关的这个行为事，你敢有赞成？我赞成，而且我感觉讲啊真好，因为这在野党应该都应该赞成啦，因为这监督政府本来要有这款权利无，伊这几年吼，阮伫监督民进党的政府吼，因定拢个遐官务啥真嚣摆啊，这你甲问伊也唔回答啦，伊甲你黑白回答吗？嘛是定发生的代志啊，你甲要投什么公司，伊嘛唔好你啊，所以这权利非常重要。啊，事实我是非常支持啦。啊，事实国民党嘛是有讲出支持的态度伫做，是讲唔爱讲出甲民进党讲遐相款的话，拿阵互恁牵咧行安尼啦。但是国民党也是支持。但意思是共款。对，意思是相款的啦。啊，昨日副委员吼，伊毋是后来无选迄个副院长了嘛吼。因为我昨日有对伊有甲讲啊，伊讲伊家己也有讲，伊要提出什么5项什么国会改革的迄款。迄款惨哦。伊有讲，伊已经写好啊，伊叫我做共同的提案了。我讲好啊，
因为我嘛是支持啊，这真重要，对监督政府来讲。他做这咱的这个行长讲，立法委员每一年一个会期有10万块，然后出国去考察。是一年啊。一会期。一会期有考察，你拢有用到无？有啦，但是无注意啦，无注意讲有偌侪钱啦，因为我定定有啥剩几几年因为疫情拢个无出国啊。哦，拄啊，迄钱都无开。我担心因为几年会使延啦，就是讲去年好像对3年会当出国掉，第4年当出国掉，我咪去个什么 WHO 迄瑞士啊，遐所在去代表什么参访团，迄阵都有用到啊。哦，那是关于这无特别注意。透明，这应该无问题。这样个无问题啦，这样个真好的代志啦，系啊，因为你讲。代表国家去，代表百姓去考察什么样这代志哦，这应是百姓当然是公开，你应该最少要知。啊，那真是要去佚佗，袂去用这钱，因为去佚佗爱食轻松嘛，当然无希望讲哦，你去钓去什么所在做什么代志嘛。是无一定啦，有个人去佚佗啊，那写报告吼嘛无一定啦。但是有啊，要来共同我要甲你问这个问题，就是讲到底吼，立法院的这议事吼，上重要的是议长、副议长吗？也是亲像议长、副议长也拢个真重要，因为主持会议，我举一个例吼，像这个吼，因为顶一届民进党是绝对多数啦吼，啊，不管因公债拢过，阮公债拢过袂过嘛，啊，大家所以有时你有看阮一寡抗争的镜头，但有控争对无？啊，但控争因为议长是的人，不管迄是一段尔，但是议长是因为因的人嘛，无照讲议长爱伫迄主席台就主持会议啊、讲话啊，对无吼？啊，阮对迄反对，阮讲，阮会使，阮会正常的来背个，咱讲啊，阮无同意怎。问题是，毋管阮照讲，议长若是民进党的，其实无显中立啦，无民进党的，因为单雄，照讲你爱伫迄主持。但是迄阵时进前应该有即个政党协商嘛。无啦，有啥都大概想法无同，所以来租迄款嘛对无？无法解决的代志对，和来租啊什么遐代志啦，所以就假动大家写嘛。啊，但是若是讲议长是中立的，你爱徛伫迄主席台上讲话嘛，讲会议开始，然后怎样。但是因为议长无中立啦，所以有一个阮甲主席来剪条，叫因徛伫正后壁，摕一个小型的麦克风伫遐讲话，嘛是算开会，完全无按规矩来啊。所以你讲议长要真中立吼，也是真困难啦。中立吼，当然是无啊。我变过来看，如果这个场景我讲这第二项代志。有点，咱停在遮，互观众朋友理解。如果若变过来，迄阵时是韩国瑜来做议长，啊，大家协商也袂顺车。我看三款啦。咱遮较大党，咱就来个对下。对啊，即摆是所以迄阵时韩国瑜是要徛喺后面，安尼讲一定要过，啊是，这要头前要安怎即摆是两党差不多啊，人数差不多。进前是绝对啦，所以讲一定会实务上伊是爱中立理论上伊是爱中立，但是事实上我看真困难。所以不管倒一党的。不管倒一党的，我感觉真困难，迄是个理想嘛，对啦吼。啊，所以不管倒一党的议长，拢有可能无中立。尽量中立啦，尽量讲卖想要超过。但是干那咧，比如讲，对啦，但是我是讲我议长无中立啦。其实有时份人才是袂歹，问题是伊都完全袂做主的啊。我你看这立法院。韩国瑜就当做主吗？啊，无一定啊，因为议会是协调嘛。我讲这你听吼，比如讲是伫。你有影老实人。本来是安尼，你伫迄宴会内对无吼？迄是一个例啦，那个还好，因为第一份你卫生都大家。去倒一组食饭啊。都是了，都是无啦。第后就是表决份是顶一届吼，反正都是第10届吼，即摆11届，第10届国民党反就是输嘛。但即届无相款，即届在野党有加人嘛，合起来是赢过执政党嘛，所以即届状况会无相款，吼，无相议题又无相款。就比如讲，顶一届伫协商的时阵，伫协商啦，毋是以宴会协商嘛，政党协商的时候，四个党伫就实力啦、民众党啦、国民党啦、民进党啊，咱院长坐伫中嘛，因为我定定参加。迄落政党协商我定定参加朝野协商咯，定定参加，因为阮有议案，阮有伫主持嘛，啊，然后阮上过来，阮立法院，阮委员会上过来法案，阮来去，我走的我去协调嘛，去参加协商。其实我感觉尤院长无讲很有管理啊，大哥，这是事实。大哥伫立协商内底都是院长当然。这我爱替讲，安尼讲法真是唔对，这都是咱期待议长啊。不，但是我讲事实是。
柯总召大家拢该推翻啦，你拢无了解。所以咱头讲得清楚嘛。来，咱我院长很打不赢啊。无，咱头先是毋是讲得清楚？讲你若是要做政党的协商甲攻防，你都爱去做党团干部。所以柯总召安尼做是正常。不，但是议长伫中伫做主持会议对无？议长原本。大哥，三个党团不管实力、民众党甲阮国民党讲好了对，讲怎爱使。其实议长我捌看过议长嘛，不同意啊。柯总召唔同意，就是袂过啊。这是即摆发生的代志。我先来讲一个，就是讲咱应该，咱凭良心讲啦吼，就是讲较久进前我唔知啦吼。咱对王议长、王金平院长、甲咱苏家全院长、甲尤院长，咱凭良心讲，伫公督盟角色来讲，因伫会议的主持算持平啦，无。王金平嘛不会被马英九弄嘛吼，咱大家讲迄阵啊也不会是马英九弄王金平，感觉讲我要过你什么案？你有啥过什么案拢我爱照行啊？王金平感觉讲我作为一个议事，我爱有伊的客观中立。当然私底下伫台面下迄种瞧来瞧去老一派的部分，迄寡问题我想拢有啦。但咱凭良心讲，伊即马国会透明的部分，议长原本就爱做这种角色，所以你讲议长伫遐拍倒啊，讲恁就爱听我的，迄嘛毋是咱期待。对于恁讲。我即摆讲现控是在。我讲现控这叫正常，无我唔再讲这叫正常，因为议长我估一个咧，阮公督盟过去捌拜访议长，我讲国会啥，阮希望来改革。议长伊的态度是安尼，感觉讲这若对，伊会讲这伊赞成啊，但是因为我真客气，伊会讲吼，但这个就是每一个政党拢有责任，那我嘛希望讲恁会使来甲咱外口，还是去拜访。我意思是讲，议长作为一个主持，即马就是咱期待是强势院长讲的，拢安尼我算，还是咱讲议长是爱柔软。问题是伫咧政党朝野协商内底啊，我都开几啊届啊。大哥，其实尤院长人讲讲吼，我也很喜欢他。以前蛮算公正的啦，伊算伊会听。你算伊公正嘛？对，伊会听大家讲，三个党拢会讲。啊，因为民进党是绝对多数嘛，大家只要有柯总召无同意，就算游锡堃讲好，啊无教你，柯建明无同意，都是无同意的，唔是院长说了算啦。小戴，我问你，反正伊人伊就是感觉伊人。来，委员，你安尼讲吼，因为咱节目吼，柯总召也有咧听哦。听不要紧，我都讲了，我都该讲个。安尼10摆啦，你有几摆？哈？大概啊，我等个开。大概吗？唔知哦。大概吗？我让你会对你说了算啊。我讲，尤其阮可怜在这里，有对啊，这样讲了有你讲大概哦。我有开个，大家拢会想，因为我无大概你开的拢有啦，我开了，是靠这种，因为我唔免大家能够开。啊，可能爱进党我最个书记长啊。所以我头先特别讲，我先讲啊，党团协专原本就是政党职工伊的攻防，所以迄原本的党团的角色，我若无爱签，尤其堃敢会逼你爱签，所以我感觉咱大家应该倒带听陈玉珍委员讲迄个重点，伊讲尤院长咧主持的这部分应该算客观。我嘛有听过吼，对啦，尤其堃人袂歹。对啦，啊，所以讲这个是两位了，我嘛有听过一个公道话吼，讲水牛伯啊吼，然后有一摆伫宴会时阵就讲，啥也袂当散地，这医生就是来散地的啊，就暂行反对党来散地啊，嘛是有过嘛吼。我跟你讲，你看伊吼实况都是柯建明啊，是执行民进党的意志。因为你的经验是安尼嘛吼，来验哦。其实吼，我感觉要做一个立法议长吼，一定是爱有伊的格局甲高度啦。咱拄啊一直咧强调的，就是讲你主持这个会议的中立性，吼，你安怎去维持？应该是要以咱国家的利益为优先，唔是为着政党的这个内斗为优先啦。这是全台湾的人民所要看到的，都是安尼嘛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吼，我回应一下，拄仔咧讲国民党也好，还是讲民众党也好，有提这个4点或5点的这个诉求嘛吼。其实国会改革拄仔咱的张老师啦，吼，咱的公督盟嘛有在讲。其实今麦不管是立法院也好，还是咱台北市议会，加这地方的议会，这个改革，其实拢这几年来已经拢有在做啊。包含着咱拄仔讲的，咱的即麦协商的过程，开会，咱委员会在开的时阵，拢有直播嘛，建议啊，偌济，吼，啊，拢爱拨款，拢爱写，是啊，啊嘛拢有广告啊，啊，即麦 YouTube 也是讲直播，大家拢看会到，啊，甚至伫咧电视顶管嘛有些国会频道嘛，吼，这拢是现场转播，较早嘛拢无嘛，即摆嘛一直拢有在做，啊，毋过恁我用2个啦，吼，2个，拄仔讲着讲，即个国会听证权啦，吼。
其实咱民进党的林俊宪委员，伫咧过去，伊嘛有提案哦，有一个修宪案哦。结果迄时阵，民众党甲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嘛无去联署啊，他们也没有提出对案的版本啊。吼，其实迄是民进党提出来的哦，毋是讲咱无做，所以结果就是安尼嘛。第二个，你咧讲哦，这个回避的问题，吼，利益回避的问题。即几工啊，即礼拜其实嘛，真侪人咧讨论傅崐萁，真侪人咧讨论黄国昌。吼，傅崐萁当然伊是过去有即个判决，吼，伊的即个炒股案等等，他身上不只有一个案子，毋是干那一个案尔。啊，伊敢有做着即个利益回避的问题，啊，包含着咱即摆讲着黄国昌，伊咧选的时阵，即边大家嘛讲啊，因诶丈人嘛是咧做建商，嘛是咧做土地的开发，吼。啊，因老家也有这个土地相关的争议的时阵，啊，你敢有在做利益回避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讲，你要要求遐尼啊悬的标准的时阵，你嘛是爱先看卖啊讲，啊，恁内底到底是偌济人甲你支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你家己敢做会到，你毋才还来画。啊，人明明就有在做，你看人在做。你搁讲人无做，啊，搁讲家己做了偌好，拄偌好，啊，结果咱家检视起来，其实是伊无做，毋是别人无做，这即摆较是上大的问题嘛。叶宏，你讲你这种情形哦，我常常看到政党之间，还是政治人物、政治对手之间，常常会安尼啦。伊的我甲你挂丢啊买啦，啊，伊创的变做我的啦，吼，这常常互相。啊，因为主张的时间啥的，这真歹讲吼，所以这时间互伊问答啦。较少讲来，伊无是，头拄严凤刚刚讲的吼，就是讲过去因为没有利益回避啦，好，所以大家有一寡弊案啊，有啥物黑案的所在，吼，所以阮即摆提出的主张就是爱利益回避啊，哦，这就是即摆主张的重要嘛。所以不管是国民党啊，还是民进党，伊要竞选这未来院长的，拢爱具体的甲咱承诺嘛，甲咱社会大众来承诺嘛，好，这是未来。国会改革的一个目标啦，吼，所以这真重要嘛，包含这人事权的问题，好，人事权即卖人事权的这调查吼是安尼，期限到的前几工资料再上过来，就等于是互咱立法委员是逼着他们去做这个认可啦，好，这过去这安尼的路是应该爱调整啊，比如讲即卖7月应该爱审这 NCC。主委的这人事案嘛，哈，今嘛就应该新的会期就应该要把这个人事的资料要送过来，好，立法委员有时间，好，而且会使去调查，会使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这个位置，这才是较重要的代志啊。所以这是咱今嘛民众党提出的这几个主张啦。这主张我感觉大家应该四位拢应该同意啦。其实咱拢无反对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讲，你袂使讲啊，家己举一个旗啊，遮大面，啊，拢讲家己拢已经做啊，啊，咧讲别人无做。我简单啦，我举一个例就好啊啦吼。我去整理这个黄国昌嘛吼，伊过去伊伫咧时代力量咧做立委的时阵，2016年呐，这拢是咱时代力量的。立委嘛，这是因的党团嘛，大家会使看到嘛。迄时阵林昶佐立委，伊的提案偌济41嘛，三读案3项嘛，洪慈庸38案，伊家己提案的，因为大家委员拢有这个提案权，吼，啊有10个，若是有10个立委甲联署的时阵，伊就有法度立立程序委员会，有法度去一读，有法度去讨论嘛。你看，包含着这原住民的立委哦，高路宜用，人嘛提11个案嘛，结果黄国昌提几个？8个，啊，三读通过的0，所以咱要检验一个政治人物，吼，检验一个人，咱当然会使用伊过去的表现，吼来看讲，你到底讲的是真的啊假的嘛？看国昌老师会解构自新无？我唔知咧讲，你袂使讲你过去，其实你的表现，当然，以这个数据，等下张老师也可以补充，因为有一些可能是用党团，
去提案的。啊，这有法度算伫伊个人的内底无？这当然是佫会使讨论的代志。我只是要讲的是讲，伊过去伊佫请是安怎？人已经拢去联署去协商啊，大家拢 OK 啊，结果伊阵啊冲出来讲，我反对，全部拢爱定来。这太离谱啊！对啊，你大家拢在做这个破坏的代志，你拢无要甲人合作。袂啦，人伊即摆会团进团出嘛。对，阮这民众党是团进团出。我是袂使，我敢袂使安尼讲的吼。不管黄国昌个人是怎，伊民众党提出来这几项改革是应该要做的。袂使讲伊黄国昌无好，无咩代志做无好，做在讲。无啦，人伊即摆讲吼，吴国昌哦，这吴国昌应该白做位。大家裤头夹小啊，是不是安尼？是啊，是团进团出，这嘛是最新的决议是安尼啦，所以无可能有黄国昌伊个人主义这种的表现，应该是无的啦。这是你办公室的主任的新闻讲，还是你个人讲？因为这是一种团体的决策嘛。好，这决策主席嘛应该会知啦。哦，安尼咱真期待呢。即款朝野协商，就看因的总召是什么人，到时因省长是什么样签名就算呀。伊若是内底家己唔签订，是协调内底就是无算呀嘛。对啊，无算呀，其实这种是正歹结果。第一就是路就是表决啦，啊表决若是顶一届就是民进党稳赢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这摆无一定。当然这届是无同款，但顶一届就是不管照，只要是物啊有啥协商，第一伊唔同意，伊同意甲无同意同款意思，因为就是民进党稳赢的，所以这届你看会较好看。是的，我他补充议员讲哦，确实咱因为吼，咱的这个立法院的规定，就从立委一个法案，爱15个立委来联署，才会使提案啦。因为咱过去小党哦，基本上无可能甲15个，即便现在民众党嘛。无甲15个，所以因过去的用法就是用党团来提案，所以我定有时咧讲吼，进前咧小党讲我要变两色会使啦吼，但是我讲若照较内行应该讲爱变3色，真是3色才会使做一寡代志，所以基本上过去确实咱爱咱平常查这资料爱较注意是真多，伊是用党团来提案，因为我联署不到，我用党团提案，所以这资料我补充一个，会使好来思考一下。啊，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嘛拜托委员吼，就讲其实第过去来讲，这种利益回避的资料，第10届就咧要求真多啊。其实当然第咱的立法院也未做进前。公道明是透过评鉴的这个手段，互立委来交一寡资料啦。啊，当然过去咱嘛讲过，咱嘛希望讲国民党甲这个部分，咱应该对外来公开。啊，既然委员拢支持，咱嘛希望第一在于改善的做。啊，其实委员会才斗3工一个代志，因为你即马是现任第10届。其实立法院阮所知影是伊的这个行政部门资讯处已经做好网站啦，就是讲没有强制。当然，即摆若立法要强制上好，但是原本第10届时阵，迄阵啊想做网站，也就是讲已经只要公开，咱政党拢无意见，啊，议定愿意来安尼来做，咱其实即摆委员家己就会使自律，甲资料摕起来。所以我讲未来方向，咱感觉讲这应该袂变，咱嘛希望是应该安尼啦，因为大家若要对立法院较信任的，我感觉立法院的透明的程度愈悬，大家对信任立法院的程度就会愈悬啦。好。咱头早用差不多40分的时间咧，讲这立法院的制度种种吼，想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啦吼。立法院法案的这个审查的经过吼，咱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唔通讲看完了拢无这概念吼。头早严方吼，伊也所甲讲过，讲提案，你的法律案要15人以上啦，那么其他的提案要10人以上啦。这立法院执行刑事法第76条嘛。啊，买单以党团的名义就来处啊，这点啊，刷来进一步听诉委员会，哦，啊，再来摆案，哦，啊，摆去哦，一读就是议会内面一个一读会，一读会嘛，吼，宴会来对，宴会内面一读会，先练这个，大院内面一读嘛，吼，第二读来去到倒位啊？拢大院1、2、3读拢是大院，拢是大院嘛，吼，啊，落去吼。一读了，你去有委员会来对审查讨论审查啦。对，但是吼，要一读了啊，个8大详细委员会。有8个委员会。吼，看这会存车未存车啊？你有这个案，这个案啊，大家生做小可相像，啊再来变化嘛。吼，啊有这行政的版本，啊有这局定委员版本，啊大家党团协商，啊再来二读。哦，这是2读，啊，这是3读。有啥免协商啊？若是大家个无意见，一早就会当上个宴会啊。嘛有直接的啦，吼，但是大家拢有强调，但是较罕的吧。
嘛是无一定也有啦。可能若有一寡重大的民生议题哦。村顶个投票啊，什么小孩子会使带入去投票啊？较无争议的，较无争议的吼。较少当然是。我煞来要问吼，即摆选举，你敢有赞成讲，拿的甲白来合呢？你讲即届哦？嘿，虽然大家已经讲，我赞成啊，我赞成，我本身赞成，因为我感觉安尼，我可能摕到行政权啊。即便民众党伫基本有提名嘛，我嘛是赞成啊。安尼较有可能政党轮替换党来做啦。我有赞成啊，我本人是赞成。安尼我歹势，安尼你会走票袂？无影响啦，咱这毋是靠即个，咱是靠平常时有啲服务，平常有做地，平常走问政，这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所以你会遵照党的意志。上大是政党轮替才是重点嘛。对不？哦，上大的是政党的轮替。对啊，这是上大的目标嘛。个人的是小你也希望来，当然啦，我当初真希望啊。哦，所以你也希望来投白色的立江吗？唔是啊，当初唔是要协商吗？就因为君悦饭店协商，我嘛希望迄天会当成啊。无啦，我是讲。本来要成的时候，我真怀疑1月15号，我是讲正副议长的投票。哦，你想政府啊？你咪讲，你是讲总统的哦，正副议长。哦，拢这个，我嘛希望啊。你嘛希望？我感觉来是当上好会当拿的甲白会当合。对啦对啦，副院长啊，但是即摆合袂起来呢。我感觉无一定啦吼。可能啊，搁看民众党嘛有确定啊嘛。柯文哲咪讲到1月28号28号。哦。伊诚侪变化，伊逐日拢在变化，所以。伊问呢？伊背后进前来甲咱回答。所以也无一定。这4个主张。啊，国民党嘛是赞成啊。看法是啥物？啊，国民党都已经主席上重要啊。毋过，主席上重要。朱立伦当然在代表韩国瑜。当然，主席是代表阮啊，代表主席上重要。这是可能爱韩国瑜本人来回答嘛，因为以后嘛是讲韩国瑜来做议长。啊，如果因两个拢讲好，这国民党的要安怎？立场啊，主席讲的就是国民党的立场。对，毋过韩国瑜可能爱思考是立法院的议长，是对外是对全国人民来负责嘛，吼。毋过伊进前伊做这立委的形象，啊，佮有做这高雄市长的形象。所以你们要求的毋是拄啊这个嘛？那你讲你要求的毋拄啊一4项嘛？毋想拄啊，你要讲拄啊4项要求足济呢。这4项是应该爱。人矛头该你嘛使先讲，你嘛使讲，已经因为那是你嘛使先讲，啊那形象恁感觉无好的都。无算呀，啊，都连这项也免讲，所以这有大甲细嘛，你若用这上重要，因为你讲这是艺术咯，啊，所以你到底有赞成韩国瑜来做议长？这4个主张，若是赞成，伊要明确的回答嘛。韩国瑜本人做议长这4项嘛。另外就是这社会形象，讲国民党家己爱思考啦，嘿，就是讲韩国瑜若是做议长，所以你的条件，但是因若思考过，讲会使，啊，恁会接受袂？阮当然是讲会使，阮来提出来。即摆提韩江配，就是感觉讲，啊，因国民党所有的人，就是感觉这个搭配，会接受啊，啊，恁会当接受。阮28号以后会开会来讨论。你小可蹲地呢？我补充一下啦，其实吼，即摆提这4点啦、5点啦，其实我感觉这个拢假议题啦。伊即摆表面嘛会使甲你答应啊，讲啊我拢做啊，我拢支持啊。啊，问题是，伊实际上面，伊有啥物作为无？伊要做啥？你到底要讲啥？主席若是讲出来这几点已经。当然，人提毋是讲去答应你，但是阮也是要做这几点。若是国民党无做到，边啊公都盟都会讲话啊，免烦恼啊。所以做会到还是做袂到？毋是做到，即个是答应是人有够做到做到。竞争讲的无一定做到，即个两边啊，人有够做到。所以咱毋知讲即个选举无一定遮悲观哦，就你看这爱表现会使做改革啦。当然咱因为虽然即摆立法院大家较烦恼是讲未来的真乱无吼，但是我讲若互相因对改革的部分，互相伫即个部分愿意来即个互相来加码，无一定是歹代志啦。所以伫即个改革的部分，当然咱希望每一个党既然拢安尼讲，有诶，佮公司的 DNA， 咱当然来拭目以待，是毋是会用安尼方法去做啦？因为公都盟虽然咧监督国会，但是阮的基本的精神其实是咧捍卫立法权啦。咱当然一直感觉讲国会若正常，国家才会正常。所以他讲听证调查权，我必须要讲是执政的政党，伊就无爱讲即个案。若知影时阵，伊搁要提出来，所以这个案照你讲，应该民众党甲国民党一定搁要支持这个代志啦。我甲你讲，那未来国民党执政的时阵，一定这个案伊搁我提啊，因为我哪会要提这个案来讲我的卡，所以这就是咱讲到，因为这个权利是咱立法对行政有力的这个武器啦。
所以基本上执政的拢无爱，所以咱坦白讲，过去阮会摕啊。咱当年你们也在野党，所以一定会摕。所以我讲第执政的时阵，马英九执政的时阵，迄阵啊，因就是无要摕变，迄阵啊是民进党咧讲这个代志啊。所以我讲，那用安尼来看无歹代志啊，趁这个机会，互大家嘛了解讲，原来立法院还是国家有这个权利，是毋是要甲立法，互立法院内底有这个武器，我感觉这是好会使来思考啊。听到疑问吼，我阁有你一个机会，我要甲你请教。即马即个瓜建民吼，宗教啊吼，伊就讲恁这背色，你来不生熟、不生事啊，这无法度做啥物作为吼。第一，恁家己认为恁背色，吼，恁到底是会家己处讲我要推，我要杀家己的正副院长，但是你头仔讲4个条件，恁到底即摆的立场还阁咧观望吗？是。4个条件是爱看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回应嘛，吼。啊，即马是民进党即马无回应嘛，即马韩国瑜嘛无回应嘛，吼。所以28号进前应该爱有一个明确的，毋单是对民众党，还对全国社会百姓。国民党主席讲话，当然就是代表国民党的啊，主席是上就是国民党的代表啊。韩国瑜啦，韩国瑜本人一定嘛是啊，我应该算主席国民党推出来人选啊。啊，若是讲百姓无成事，吼。啊，即马咱就免讨论了嘛，咱就免讨论什么蓝白河还是白绿河，咱无免讨论。啊，你家己咧想讲8人，因为咱头仔讲，你看法律案15人以上，那么其他提案那10人以上，吼，啊无落来党团来提案。是，吼，其实这个会期吼。民众当然只有5个立委嘛，就是用党团的方式来提案啦，所以这应该是无影响啦，无影响，无影响。啊，这刷落来问题就是讲，恁干来爱要等到28号，才要来决定。是，看民众但是我的感觉是讲，啊，这正手倒手拢要甲你结婚，啊，你要安怎？啊，无那是拢无满意。咱嘛有可能。无啊，人因若4个拢甲你，因2个拢甲你讲满，来。我同意，I do， 我4项我拢接受，啊，你要接受倒一个？会对啊，所以内部的讨论嘛，吼，就讲阮这是要第一会期，阮还佫有别个条件，第一会期爱通过嘛。别个条件。我这种写真清楚嘛，吼。阮4个是真济呢。是第一会期爱通过，好，这毋是讲你啊，我现在口头跟你承诺，啊，继续拖了嘞。我讲一下。啊，若是就无通过，啊，你要甲罢免吗？这是对全国人民的承诺嘛。好，那是国民党、民进党，那是安尼爱欺骗社会大众啊，这。那个不是说欺骗啦，吼，我拄仔其实余文嘛有讲到，你过去顶一届，吼，即马第11届嘛，选调第10届，你民众党伫个立法院，你嘛是有5席啊。你嘛是有党团啊，你有一寡代志，你嘛会使提案啊。毋是讲啊，你即马第11届的时阵，你还会做的啊。毋是像黄国昌讲的安尼嘛。啊，你即马讲的，佮压一个期限，叫人家讲啊，你第一个会期，你一定爱互我答案。啊，规个立法院都毋是民进党开的嘛，是国民党开的嘛。我来，唔对，这句话唔对。即摆立法院都是民进党开的，来。第10届就民进党开，第11届就唔是啊。第11届因为吼，若是即款，啊嘛是拢有协商啦，协商过后，唔是讲啊，拢是。你像即摆咱台北市议会也是蓝大于绿啊，啊咱是咪嘛是拢会甲国民党协商啊？民进党是安尼讲的，这是实况啊。我即摆讲，但是这届吼会改变吼，但是上重要唔是伫议读委员会，而是伫程序委员会啊。是因为会当各关为各关，这是上重要了哈。会当排案能不能排进来，这个重点啦。那我补充，咱立法院过去，在上一届虽然我们是多数哈，第10届，咱嘛无伫个程序委员会挡过任何哈他们的案子嘛。我们当他们，我们提的案子被挡过。对啊，啊，咱也无甲动啦哈。应该有，对吗？啊，点解？我是程序委。我要选的时阵，伊毋是摕一个临时会嘛，佮要去报告高端疫苗嘛。伊是临时会，唔是临时会。咱嘛无甲动啊，都袂使开啊。无法案。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为着咱国家若好的代志，当然咱就是去做。有啦，有讲好是民进党的讲啦，吼，唔是每一项，当然无可能每一项，但是有一
一个原因就是唔互阮过嘛，唔互阮收入，唔对程序员出来。政党之间都有立场啦。对啊，所以你今仔日即马，我来讲，你这个会期吼，咱就对即马的2月1号开始算啊。我看恁会当动员偌济。无啦，即摆是在一届吼，在一届都无同款，在一届因为民众党对啊，民众党即摆重点就是看伊要表达什么意见。啊，若是因为表达意见，人伊手都伸出来啊。我想程序员会来对啦，你若有表达一寡意见，啊，到阮的想法上，比如说我们提出在什么听证会，叫阮来，我已经决定要提案了，我这边是一定会提案的。好，提出来了，民众党若是同意各程序员会，那都是伫委员会来对啊，委员会来对，我看恁来对的人怎有迄落，应该是还好。来，这我先说明一下，我感觉大家即马有感觉混乱哦。其实咱应该第一个层次是议定啦，议定我爱是咱台湾讲的，伊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角色，伊唔是入去台要投票、咨询冲啊，所以议定是这个角色，要有领导力，要有魅力，要有执行力，要有中立，要客观，要认真，哦，就有一寡条件。结果望中啦。啊，另外一个部分是不管议定安怎出来，我相信民众党不管是未来未来是伫议定。选举甲相合作，敢代表未来的投票就会甲相合作。我感觉即马大家难做伙啊，就是讲，当然即马你提这个案，伊若感觉好，伊感觉讲，因为我甲你绿合作，所以我甲你蓝合作，我的民进党的我就投反对。我相信即马大家甲这有点搞混啊，就讲即马合作，我想应该是伫议长这个合作，但议长的合作其实较重要，毋是未来法案的投票，即马其实较重要是未来的走位啦。就虽然党团干部影响真大，其实过去哦，这个票数伫以前这个差较多时阵，颠倒咱的小党有关键的少数，所以过去咱会让互伊，让互伊，就是你甲我投，因为平手嘛，因为迄阵民进党想要拼2色，拢是伊执政党的，伊时阵迄阵差一票爱抽签，有啥是小党就互你去抽，有的小党就倒戈一个，就是倒一党会起来，所以过去伫小党人数少有这个影响，啊，早会可以排案，那个还是有差。你程序委员会不管动不动，我都给你表决过，我委员会就是不排案有什么用？所以我感觉那真是民众党的协商，应该是要甲议定、副议定来另外一个要搭配是说，你敢未来放这走位权利给我。未来啊，但是因为即马拢一色，但是这大面向较歹讲啦吼。是啊，所以讲那因为安尼，我唔知讲这是民众党伊家己爱觉悟啦。其实台湾讲柯总召讲无效，我感觉有点标题杀人啦。咱若看影片，其实是讲你若做好会使有影响啦，你若做无好，大家会安怎啦？啊，大家甲截那个标题讲，柯总召讲的是实话啦。当然，你走位因为即摆两个党，两个党，国民党跟民众党，民进党的人数来讲，都是各一起走位。民众党是可袂到半些，民进党也无需要民众党，国民党也无需要民众党，去选择选举走位选，高兴都民。但是这我突然间想，民邮票。歹势局长啊，我突然间上下尾的时间哦，我突然间看到一个新闻哦，讲也许民进党会来赞成这个。议长是阿姆拉议长，吼啊，副议长是江启臣议长，副议长。但是恁爸敢会当赞成？恁要是摕这4点，无这4点拢免讲。上起码这4点应该。但是他多人执行长讲，调位嘛真重要，上重要。对。啊，所以你有教这个计争？无啦，阮就这4点。这4点上起码应该爱来。这个计争爱是国民党啊、民进党放互伊啦，不是因。无啦，你总是爱要求嘛，对对嘛。那这早间你总是爱要求讲，你计争你袂少。江启臣有讲过一点咯，讲会使让规席咯，我听江启臣讲过。是安尼表达善意安尼善意的，这4点嘛是爱具体的承诺，上起码这4点嘛，好。啊，若是讲议长要支持啥，还是你来进前人无放互你这个权利来讲这话，是以后的讨论啦，以后的讨论，民众党还是在背后啦，相当民主，民众党还是相当民主的，个人有个人意见，但底下是恁真够卖这个葫芦干啊药啊呢？其实吼，我甲大家补充啦，其实阮伫咧台北市议会吼，像民众党伫咧咱台北市议会嘛是有党团呐，因为伊伫台北市议会有4个议员呐。所以你吼，咱台北市议会就是缩小版的立法院啦。对民众未来啦，吼，若是讲对人民有好的，吼，对国家利益有好的，其实
咱伫个议会有无，嘛是有民众党的议员提案，咱不分蓝绿，嘛是拢会甲联署、甲支持嘛。这就是国家内底大家爱合作，这就是为什么赖清德当选的迄个英案，伊就讲咱未来就是要走向合作甲协商，吼，大家做伙来讨论。这毋才是人民。 咱这边投票出来看到的结果，就是代表人民的期待嘛。所以我是希望讲，当然咱即摆在讨论讲，即摆议长甲副议长，为什么？拄仔余文嘛有讲到，即个议长其实对立法院嘛真重要，因为安怎？上重要的是未来国会的外交，外交就是代表这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嘛。你代表的是国家去接待到这个。 国会其他国家国会议员嘛，对啊，啊，咱过去拢是邀请美国什么佩洛西啦，吼，还是意大利啦，还是欧盟啊，等等的这民主的国家的盟友。啊，未来咱当然嘛是会烦恼讲，啊，若是韩国瑜，伊敢会受到中国的影响？甲伊讲啊，你袂使去邀请这个国家，你敢若会使邀请倒位的国家？拢变做爱看中国的面色的时阵，这当然就是咱即马会烦恼的所在。我想讲，伊做一个议长，应该是不至讲咱一半一半的这个党团内面伊加。我相信这个部分，拄仔余文讲到的社会形象，好，这当然就是。 国民党伊爱去想的，当然嘛是民众党，伊敢有要甲支持，这嘛是一个问题。来，上好一分钟。现在投票这结果是真好的吼，第少少在以后各盘会使监督咱这执政党吼。啊，无话拢计讲啊真好听啊，什么公开透明啊，啊，陈奕迅疫苗采购调一小要陈奕迅，为什么我现在为环委员会走的？我趁民进党人无对去调管了，啊，若有对的时阵全部拢去反对了，后来佫大家反对的，所以。 平常时讲啊真好听，即摆当然是安尼讲，因为人少啊，台面较少，台就讲协商合作啦。人多时拢计毋即款啦，拢计毋安尼去做。无啦，咱继续公督名吼，爱好啊监督啦，吼，好，感谢。